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38章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对马国地区的高级传达我的信息，伊是米色甲土巴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米色甲土巴的统治者高级，我要甲你作对。我要用钩仔交你的牙槽，甲你拖翻头，互你甲你带领的军队战马要兵态输铁蹄。你的军队人多有全套的武装，因手举大细盾牌甲刀剑。你的军队有对波斯、古实甲佛请来的战士，因嘛拢摕盾牌抵头壳。另外，高灭人甲极北平多加马族的军队以及侪人嘛缀你来。你甲聚集伫你遐的大军，着准备好势。你着做因的指挥官。过一段时间，我要差派你伫将来出兵征服以色列。伊的人民捌脱离刀剑的灾难，对列国转来，自己伫以色列爬远的正山安然徛起。你甲你的大军以及真侪缀你的外族人，要亲像暴风扫来，亲像乌云砍捌即块土地。至悬的上主对高极安尼讲：迄时你的心要度无歹事。你想讲，我要侵入迄块无设防的地，去平安生活的人民遐，因徛起的所在无墙、无门、无掣。我要去遐攻击以前爬远，现在有人住的地，攻击遐的对列国转来。即次真侪精星甲财宝，住伫全地中心的人民，伫遐抢夺因的财物。西巴人、地旦人，甲对他斯附近达城镇来的生意人，要问你：你想要抢精星、抢夺金银财宝是无？你想要将所有的物件拢抢去是无？所以，人子啊，你着对高极传达我的信息，讲：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你明明知我的子民以色列平安过日，竟然对极北边你住的所在，带强猛的大军骑战马来。高极啊，你来攻打我的子民以色列！你的军队亲像乌云盖满地面。过一段时间，我要带你去侵略我的土地，通互列国认捌我。我嘛要通过你，对因证实我是神圣。你就是我早前通过我的仆人以色列的众先知所有言迄个人。迄时，我要通过我的仆人以色列的众先知传达我的信息。我要带你来攻打以色列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：至悬的上主讲，高极侵略以色列迄日，我要发大受气。我规巴肚火，大受气宣告：伫迄日，以色列要有大地动。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飞鸟，田野的走兽，地上的动物，以及所有的人，拢要伫我的面前皮皮喘。悬山要壁立，山坎要放弃，
城墙要倒坏。我要伫以色列正山用刀剑攻击高极，伊诶军队要互相残杀。我至悬诶上主安尼宣告：我要用瘟疫甲刀剑刑罚伊，我阁要落大雨，摒冰雹，降大火，柔风伫伊所带领诶军队甲缀伊诶外族人身上。通过这个，对列国显明我家己，以及我诶伟大甲神圣。迄时因就知我是上主。